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日北部地区的较湿冷，气温干那17.3度，创下5月份罕见的气温纪录。拜三有方面报道，会阁继续落雨，爱等到拜五才好天。政府进前清查有中国身份证的军工校人员，即马是展开第2波锁定电影的公职甲公立学校的教师来调查。美国总统川普放调要对欧盟扣50%的关税，不过甲欧盟执委会主委冯德莱恩通电话了后，随后讲要延到7月初9。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几日天气是真无稳定。今仔日北部地区会较湿冷，气温干那17.3度，是创下5月份罕见的气温纪录。而且伫礼拜三又有方面会报道，这黄霜雨是会落到拜四，待等到拜五，也就是5日这连假的头一天才会较好天。透早北部风头又搁寒，民众骑脚踏车骑甲非常热力。拜一北部地区温度创下5月份罕见的低温，干那17.3度。5月下旬有这么低的温度，是落在2006年的5月30号的16.6，所以整体上来说，今天的气温的确是比较偏低的情形。气象师表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的水汽也会增加。拜一北部、东半部和中南部山区不时拢会有短时间的阵雨。那今天要比较留意，就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在中南部的山区，整体上雨量的累积还是比较偏多的，可能有比较大的雨势。那在今天的晚上呢，则是预估随着水汽开始减少，所以整体的一个降雨预估就会比较缓和下来。今那未来一礼拜落雨的状况，气象师表示，拜2雨会小寡停，今那东半部会落雨，不过拜3开始雨面开始接近，到时全台拢有机会落雨，尤其是拜4迄天，雨势上大，到时全台湾拢要留意闪大雨的情形。最明显的一个天气变化会是落在周4这一天，也是未来1周天气最不稳定的一天。我们预估，其实在西半部地区可能是比较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情况。也那5日节连假，气象师表示，5日节连假休3天，拢是出日的好天。由拜5开始，风面会渐渐离开，天气会开始变热，民众得当出外行踏，拍一寡日头。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这阵啊，若新冠肺炎、佮有流感等等4种病毒的疫情是搁再夹起来，医师就提醒大家，得爱加强防疫，唔通安尼互相喂来喂去。另外，有民众表示讲，因拢买袂到快筛剂，是药师讲会赶紧请业者调整供应。囡仔一面算一面等医生，拜六下晡看病的人坐甲诊所大厅无位徛。即阵啊，新冠疫情佫压起来，确诊人数逐礼拜称悬，4大病毒做伙来。小朋友他去上课嘛，其实都会交叉感染啊。其实像他的状况，他已经就是持续咳嗽、流鼻水1个礼拜。虽然说现在疫情不会到严重到重症，但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因为他们学校也很多人那个不舒服，咳嗽、流鼻涕、感冒。那趁那个假日的时候，赶快大家来看。家长真烦恼，小儿感染科医师李尚谦分享最近这阵啊，呼吸道分子生物学检验，最近除了新冠前3名是流感、副流感病毒，加人类间质肺炎病毒，那出现呼吸道镜头爱注意交叉感染。这些病毒加起来的话，就造成交互感染啦。现在呼吸道病患，我觉得应该3、4成、4、5成，几乎都是新冠。医师分析，这个疫情甲新冠变异株5位人免疫逃脱能力强有关系。另外，民众防疫嘛较放任，不过同时出现后续问题，部分民众反映较歹买到快筛剂。有没有快筛？快筛目前都要等到6月中以后才有。6月中哦。记者去台北市真侪间药局，拢表示已经无快筛库存。药局表示，进前疫情缓和，家用的快筛进货较少，即马一天平均有10组人客想要买，暗过拢还搁咧排队。目前厂商那边都没有什么库存，因为这一段时间空下来了哈，只能观望，因为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目前我们手上也没有什么存货。对这代志，食药署表示已经第22要求有许可证的业者开会，会配合变动调整供应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早暗伫咧台北捷运的景安站，这电楼梯是熊熊顶起，害顶悬的民众徛袂在险险啊跋倒。捷运公司表示，这是有一个旅客看到有人强强要倒向遐，毋则煞紧试紧急停机的开关。不过捷运公司嘛提醒大家，若毋是发生这款紧急的状况，乌白去试停机的开关，上当会当罚100万。警铃声乒乒叫，乘客脚步行较紧的赶紧向顶头行，真侪人去惊到，因为拄啊这个救护梯无有紧规停落来。救护梯突然间停落来，所在是伫台北捷运的中和新路线，25暗8点外，捷运公司了解了讲，并毋是机械故障，是因为景安站内面有乘客坐救护梯时阵，脚步徛无在倒向下，其他旅客看到了，赶紧试紧急停机开关。不过，熊熊停来，现场的人事先都唔知，差一点就滑倒。按紧急钮一定要大叫要喊，不然大家就会真的会站不稳，因为你在行动中嘛。因为我们大家站着都有些人就是看手机啊，就会比较危险啊。停下来会很危险啊，停下来它就是大家都会重心不稳啊，一定要扶好，一定要扶好。这台一个救护梯自地下6楼一直向顶头起立，设有3个停机开关，一抓坐来至少才会50秒钟。若是上下班的时阵人真多，伫咧试开关之前，若无甲大家讲，可能会造成真大影响。每台电扶梯都贴有显眼的紧握扶手、站稳踏阶的黄色标示。使用电扶梯的时候，请留意自身与他人的安全。台北政府认为讲，这件案件是符合紧急状况，所以试停机开关并无违法。因我也提醒旅客，若普通时无代志随便试，依照大众执运法，会用罚1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公园内底拢有真侪民众会伫遮运动散步，所以常常拢有人会违规骑奥多摆入去。台南市工务局对去年6月开始，就伫遮设置科技执法，敢若去年下半年就处理超过800件，今年1月到今嘛已经超过300件。工务局讲，因会阁继续加强处理，嘛呼吁民众毋通阁违规。有袂少时段透早会到台南公园去散步复健，不过短短5分钟内底，煞看到有几台奥多摆嘛骑入去。入口的所在明明就有写禁止汽机车入去，甚至阁有设科技执法，不过有的人就是无咧甲信道。伫咧公园内底运动的民众嘛，惊去互车弄着，随时就要注意。25晚暗仔，台南社区大学咧办活动的时阵，阁捌考劝民众毋通骑奥多摆入来，结果煞颠倒去互抢讲挡伫咧路中。有啊，足济哦。足济。哎呀，足济骑奥多摆，现看到一个啊。我冲过来，我来记啊。对。迄拢知影，迄毋是毋知啦。啊，你像你伫遮行路。啊，我才怀疑讲遮的迄个科技执法，我感觉是假啦。公园里面你不能骑机车哦，会被罚。就竟然有一个阿伯还回过头来回向我说，啊，你们就可以挡在路中间哦。那我心头就想说，台南公园不是给人走的吗？根据台南市工务局的统计，去年台南公园设置科技执法了后，刚若下半年就处理800件。若今年1月到今嘛已经罚超过300件，未来因会继续加强处理。虽然现在科技执法已经开了很多单，但是如果还是有人持续在大型公园，包括我们现在新辟设的公园里面骑乘机车的话，我们还是要全力拦阻，不排除动用远警在这个地方进行及时性的取缔。台南市府强调，伫咧公园骑奥多摆是违法的行为，除了有可能去弄到人，嘛会造成空气污染。若是违规，就会依照台南市公园绿地管理自治条例，该罚1200块到6000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政府进前咧清查国内有中国身份证的军公教人员，即嘛是展开第2波锁定地方的公职，也有公立学校的教师。另外，针对着最近有中国的学生来台湾旅游，说是世界亚5000期出来等引起争议。陆委会主委就表示讲，移民署已经甲遮的学生警告，而且甲因点油做记号，以后因若是要过来台湾，审查的入境照。
政府顶日已经专案清查军工教人员，敢有申领中国身份证、登记证甲居住证。第一波针对核心的军工教人员，查处大约37万人，有2个人有中国身份证，75人有居住证，已经协助注销身份，保证清查进入第二波，锁定地方公职人员、公立各级学校的教师。公职跟公立学校的教师，我们会展开清查。那这是第二步。针对陆配报告渎职证明进度，陆委会主委胡对正表示，陆配有合法身份，才会当真正安居乐业，会全力提供必要协助，保证要有8000多件处理中。已经缴完了、处理完的哈，他扣除掉还8000，但是很多人啊还在审核期间，或是正在回家乡的这个路上，所以我们想说到最后需要注销他们这个台湾户籍的人应该是不多了。相片会当看到中国学生来台观光，刷伫街路抓5星期翕相。中国学生做出引起咱国民众反感的动作，移民署已经找到这学生加以警告。我们欢迎你来台湾观光，欢迎你来台湾听演唱会。但出现这种事情啊，是我们不乐见的哈。当然，相关机关啊会依规定来注记。那下次他们入境台湾啦，恐怕就会严审。当地网传影片讲艺人欧阳娜娜亲中的言行，和台湾取消国籍，终身未当入境。陆委会顶日澄清，影片内容虚假伪造。内政部也在一处表示，目前无清查出欧阳娜娜的中国身份，有缘有咱国的身份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中国嘅社军平台小红册顶悬是出现咱空军花莲基地影像，这引起国安的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讲，这研判是用无共时期的卫星影像做出来影片，毋是有人入侵或者是偷翕的。也因为即马中国的无人机是定定咧侵扰咱外岛的营区，顾立雄强调，当咧建立反制系统。左下方是雷神中队第17战斗机作战队的阵地。伫最近，中国网友伫咧社群平台小红书放一段翕咱空军花莲基地影片，一个列出基地内面的设施、飞行员生活设施、基本的位置甲参数，引起国安疑虑。严国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讲，研判这是无共时期卫星影像3D 合成制作。不同时期的卫星的影像，用这个3D 合成的方式后置而成的，并不是无人机啦，或者是侵入营区，或者是在营区外面拍摄而成。中国无人机进前办几多遍侵扰咱军事营区，针对军队营区的查甲反制方式，顾立雄表示，用目睭侦测小型无人机真困难。陆军即马已经采购26套反制系统，空军也正伫咧建立，以后会调向会让在无人机反制系统来强化侦测。对于无人机反制系统有扩大这个研发采购的一个相关计划，我们会有西型式的无人机的反制系统。国军毋但是要防范强军的情愫，也继续强化战力。伫最近才第一遍展示美国制作的海马斯多光火箭系统射击能力，不过演训2遍拢出现异常的信号，被质疑可能是甲强军的电子干扰有关系。是电子干扰，当天没有异常的情况，应该是软体上面它的一个偶发。那目前在美军或者其他的攻受国，在这个软体程式也发现类似的状况。面对着强军的文攻武吓，国加上一直团结强敌案，总统赖清德3月中宣布将会恢复军事审判。顾立雄讲，按算伫咧8月会提出军审法相关法案。因为为了要防范现役军人向敌方表示效忠，已经征收陆海空军宪法24条加重刑期到7年的修正案，加国安法13条追回退休金的相关修正。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市府为着要将捷运南线的建设经费提出包含水南经贸园区在内17个土地来卖，后面带着批评市府带头咧查土地。因为市府讲，因是依法回收开发成本推动公共建设。不过学者嘛认为讲，应该是爱活用这寡土地吸引企业来进驻，增加就业机会。
土地用铁网仔盖围起来，内面拢是杂草甲石头。台中市政府要伫6月底启动今年第2届市地标收，拢总有17笔扩大征收的配依地，其中这块土地是西屯文上段50地号的精华土地，大概有475坪，一坪地价差不多是305万。市政府捌讲要赔土地来欠钱起结运，洪执期是带头炒地价，无看重技术证据。卢秀燕之前曾经说要卖地盖捷运。但是呢，捷运的预算是分年编列，并不需要一次的卖地来筹措经费，那应该要有健全的财务计划。为什么要急着来清空台中市的精华土地？影响很大，那个政府带头炒地皮呀。以台中捷运南线做例，总经费是981亿，台中市政府家己传494亿，今年编列88亿，正做开发也有工程的经费。台中市地政局表示，水南金茂园区飘售土地是依照土地征收和区段征收实施条例办理，回收开发成本，中会再拨入去并进地权基金，搁再进一步推动各项的公用建设。开发完成后取得配余地，我们依法必须要办理公开标售，然后收回我们的开发成本。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标售作业，主要是在基于财务回收的一个原则下来办理。市政府表示，今年2月头一届市地标售脱票率创下历史新高，干18%，赚60亿。这届总标售底价要到520亿。都市计划学者认为，以总计相关的创建单26号土地来讲，当初设定是要创造在地就业机会，市政府应该爱摕来吸引回答等企业进驻。创园26，甚至它旁边周边的土地。市政府可以主动把它拿出来，不要说标售了，其实送给辉达，我都认为这是我们值得投资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是当初我们在设定这个水南经贸园区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刘耀华表示，继续用原价卖土地，对整体都市计划是真不利，应该要等到土地本地使用设定，这才是正道。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依然有民众拿赛车手里去抱一只狗仔，若去砸到驾驶的视线，这狗仔搁探出来外口，强强要规只跳出来，互人看到是感觉真危险。警方表示，这款行为是已经违规，相当会当罚到18000块。民众伫路上赛车，所发现头前的驾驶竟然抱着一只狗，而且狗仔挖一半身躯也趴伫车窗外，伊直讲根本是危险驾驶。就看到我右边有一辆车，都会有一只狗趴在那个驾驶座的窗户外面。那其实这样子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当下是觉得蛮傻眼，而且蛮危险的，而且在行进间是。这个驾驶拿赛车拿望狗仔，狗仔会当讲抓到后视镜。民众表示，这款的驾驶行为真正真危险，也关到那狗仔一紧张跳出车外，恐惊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就是他可能不太容易看到后照镜，然后就可能会容易发生车祸之类的。我是怕说他如果掉出来的话，然后后面有车子不小心碾过他，那责任是谁呢？警方表示，这位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载运人会无透动，行驶时明显有危险。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7款。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行驶时显有危险。警方指出，汽车驾驶人行为会当罚处3000以上万元以下罚款，搁责任改正也是禁止通行。提醒驾驶人，若有载运宠物时，爱将宠物保护好势，也是用宠物拿，避免互宠物冲出窗外，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的府台病院逼出有治疗师偷摕几来同事的小号去投票，要选家己做工会代表。而且伊手头还有真侪人的个资，也若包含着出名的马导林志玲在内，一寡府台校友、患者等等相关的人员，因的个资敢是有漏泄，目前也搁在调查。病大厅内面，病人真侪，要采真侪电脑设备，互病人会当登录资料。伫新北市的府台病院是新北市居民正重要的医疗机构之一。不过，即马撒谎逼讲，病人面临着个资外漏的风险。本院在去年11月27日第一时间知道此事时，院长即亲自打电话到新北市调查局告发，同时启动院内调查程序，完全配合司法程序。代志发生伫2024年10月，府台病院办工会代表的选举。无想到讲，有病同仁伫咧病内面的电脑登录家己的
口座密码时阵，才发现家己已经有投票的记录，才知讲家己的口座被人盗用。并伫后续的调查发现，有6个口座拢是用户籍当前做的电脑投票给姓周的治疗师。进一步发现投票的时间，拄好拢是姓周的治疗师一个人伫大夜班的时阵。本院内部的治安调查盘点结果跟司法调查的结果呢，并没有任何病人外置的情况。病院方面的资讯人员也伫事后发现，有2台公务电脑，互人坑转向伺服器，会让对远端连线进入病内面的内部系统。调查局也向病证实，姓周的治疗师伊电脑内面有放真侪动人的口座甲密码，因为附带有真侪有名的人的好友、朋友，包括第一名模林志玲、900型基金会的名义关护病500万。个人的资料深受外漏，怎么也搁伫咧调查。针对本案进行相关行政调查，后续经查，如有违反呼吸治疗师法第16条，泄露因业务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者，处新台币2万至10万元罚锾。目前附带病强调，若是经过查证事实，将会依照规定处理。卫育部依事实也请新北市卫生局进行调查，若无民众看见是真袂安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金钟塑料防治法实施未满3档，经政署统计到今年4月为止，总共有受理8488案，其中有800多件起诉，拢是以通讯塑料为主。拜一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嘛调集各部会来检讨未来执法的方向。妇女团体嘛希望讲，这司法单位得要进一步来分析这案件，加强教育，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我若甲你登去前，我会绝对搁当随意。一个查甫被绑回感情，直直走去查某引导，甲人搅扰，像这款案件伫社会上可能真正发生。金钟塑料防治法自111年6月到打上路未满3年，拜一伫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也针对金塑法3周年进行检讨，针对立委提出对加害人发出书面的警告，到被害人申请保护令可能让过6礼拜，希望通有其他保护机制，避免加害人搁再犯案。司法院民事厅表示，目前采取行政和刑事双并进行的方式。我们在跟烧法保护法当初就已经犯罪化了，也就是一开始符合构成要件的，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刑事犯罪跟这个书面告诫，它是一个行政跟刑事的双轨进行。根据经政署资料显示，111年6月到114年4月，经司法受理件数计共8488案，有发出书面警告的有5555件，其中前30看到的是通讯塑料，直直甲人看对咧后壁，监视观察。案件若要成立，需要符合含性或者是性别有关系。有立委表示，有介侪金钟塑料是互特效，希望通甲这部分纳入讨论。我发现很多跟骚的人是被黑道讨债的啦，对不对？那像这种案类很清楚，是不是就可以纳入一个跟骚的范围？什么样的案子他们去怎么样去看这个构成要件？什么样的案子不会？然后他们怎么样去看这个风险跟踪骚扰的风险？那是不是跟我们民众还有或者是跟我们警方他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有非常大的落差？内政部是回应，目前乌道特效是依照刑法来规范，若排除性和性别这项标准，可能会影响其他案件的判定。另外，妇女团体也建议，未来希望警政和司法单位通分析详细案件的形态，思考执法标准的统一性，也通和民团合作加强教育，来强化社会安全网。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咱的总统赖清德在去接见台南市的27大医师团体，也阁有律师公会的重要干部。赖清德是讲到，伊家己是医界出身，嘛捌伫台南做过市长甲立委。今仔日会当甲台南的老朋友见面，实在真欢喜。第一呢，就是爱确保国家的生存发展，这是我担任总统第一件上重要的使命。换一句话讲呢，就是讲咱坚持咱民主自由宪政的体制永远无要改变。第二呢，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第三呢，咱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啊。第四，咱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会当决定。大家有赞成无？
赖清德致辞的时阵，搁再强调伊做总统的4大使命。伊嘛讲到有主权才有国家，袂当因为任何代志来牺牲掉国家大权。嘛讲国家的经济规划，伊是打算要削弱全世界，希望大家会当做伙团结打拼，通好备战，靠实力来达到和平。继续来关心到环境部的环评会议进前，因为干那开放民众发言的时阵，才当入场，袂当全程拢踮现场听，是爆发冲突。环团今仔日就去到立法院抗议，要求环境部要改正。因那环境部长潘启明是强调，规定也是有互民众伫咧现场发言3分钟的时间，民众的权益并无受损。反对环境部，反对环境部，限缩公民参与。外口后要求环境部改正无互民众质疑环评会议会场帮听的做法，若无未诉请入会，继续冻结环境部预算。环团指出，顶日的环评会议，民众无法度进入会场的帮听室，互要求到隔壁会议室看直播，无法度全程参与，爆发冲突。环境部讲，是因为进前4只环评遭到干扰，改变发言方式，环团批评，互公民参与的方法救罪。我认为这个是严重压缩人民的权利，一定要要求立法院要去纠正环境部这个戒严式的环评审查。因为过去发生4阶这种抗议的事情，说我们非常遗憾，所以环评委员呢有希望我们能够针对这种制度能够做一些改进，都是经过委员的这个讨论之后试行，所以五个同时在会场，然后一进一出的一个方式，同时呢旁边2间的会议室也都可以及时的看到会议的一个直播。环团不办环境部就像限缩公民参与的做法，立法院为环委员会处理环境部的预算改动案，民众党立会关心环团要求环评会议公民参与袂当救罪。国民党立会是针对核电规定了后，台电最近启动兴达大拿电厂加大火力发电，批评是火力全开，互空污加重。请大家少用用废发电的这个词。其实高雄人也会想问你，如果不是用废发电，请问你现在觉得如何解读现在我们是用什么发电呢？我们能够希望那个用煤发电能够越少越好，但是其实各种的空污的减量也要一起来做啦，反正是整个国家的平均，不是说一个站。那我当然知道高雄的确 PM2.5 平均还有到15左右，所以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回答执行长黄仁勋顶日伫洞察 AI 措施峰会，提到各种能源拢需要向政府发声，爱投资核能源无应该互污名化。潘启明表示，政府从来毋捌放弃任何能源，也毋过需要考量台湾有地动断层一寡特殊的地理条件，也无法度妥善处理核废料，爱处理大众共识，也期待有更加安全、更加保障的新能源技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阳明山国家公园伫咧4月时阵发生大规模的火烧山，咱像就是国建院的空气品质监测器内底锂电池引起火灾。目前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会甲国建院来讨180万的赔偿。顶个月14，台北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油坑因为大火烧起来，一寡绿色的树皮拢烧甲臭焦。这个月24，国科会注意5新闻中火火烧山的地点了解状况，发现导火原因好像是国科会所属的国研院国防中心所装的空气品质监测器内底锂电池引起火灾。我们有相关的一些风险上的，我们可能拆除第一优先；没有相关的风险上，我们把它的电池更换为锂铁，或是用更好的方式来协助它的一些场域上的优化。国研院国防中心4月底前已经听到伫新竹市南投县、台南市甲嘉义县所装的16支内底有锂电池的空气品质监测器。未来国研院会要求管辖的各中心清查所有设置全台湾科研仪器设备，落实管控。阳关处回应，阳明山小油坑游乐区往7000山的步道，当时火烧山面积拢总4.5公顷，80%的干网，也有20%的建筑拢烧毁。阳关处会向国研院来求偿，包含设备维护20万、自动检测相机10万、环境检测60万，也甲空气总队出勤90万，拢总差不多180万。
知那个火烧的是表面火啦，因为它是芒草跟箭竹哦，地下根其实都还在，还有1个多月已经有一点绿色都冒出来了啦，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做一些生态的监测。通常是1年生的啦，所以1年就够让它长回那个样子。如果是高度，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下这样。杨管处表示，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游客往7000山的步道，伫发生火烧山了后，较无1礼拜已经重新开放步道，预定未来需要1年的时间，当初烧废弃的瓜芒草这的食物，可望复原。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台票又搁起价，有起到29块8台票换1块美金的计数。台经专家就认为讲，未来这美金有可能会伫咧95块至100块之间起落。央行应该互汇率该起就起，但是爱互速度放慢。另外，经济部长郭志辉就表示讲，有把握会当甲美国敲到较好的关税条件。专家嘛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关税有可能是扣15%。美金指数起甲超过99块，8亿新台票搁一届有起，以30块开出，盘中捌超过30块，有甲29.858块，起超过1.6角。针对最近美金的走势，台经院的专家认为讲，美国会起回保值，按算未来美金可能会伫95块至100块的起落。就央行的态度来看，该升我们会让它升，但是其实就是要缓步。那2天是例外，因为厂商疯狂性卖出美元嘛。8亿的金融市场，毋但汇率无稳定，台股嘛呈现差不多平盘，伫21600点的起落。因为各产业拢真关注美国关税问题。经济部长郭志辉顶一日上节目的专访讲，有把握摕到较好关税条件。科是一定要科啦，但是不会像30，如果像30，那还谈判什么？大概会比10高啦。我个人看法是大概在15上下。关税到达也是有真大的无确定性。专家指出，美国联准会对通货膨胀可能也是会烦恼，降息的空间可能无大，降息的时间可能为原底5、6月，延到下半年9月份。按算降息的幅度上济就伫2码。有专家认为讲，台湾顶半年出口的表现好，下半年的表现若是无好，经济成长率也是会当保三。因为立法院现在很多部预算慢慢解冻，那确实对经济成长有一些正面的因素，所以今年应该经济成长率3%应该是可以达到。现在顶一日总统赖清德伫就职满9年的时阵，讲到未来要创立国家主权基金。台经院专家认为讲，中央银行反对无条件使用外汇存底，建议其他亲像国发基金或者是4大基金，拢会当成做主权基金资金的来源。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着美国总统川普打放掉要甲欧盟扣50%关税，冲击着欧美的股市。不过，甲欧盟执委会主委冯德莱恩通电话了后，川普是随个讲要延到7月初9才要来实施。另外，美国甲日本的第3阶关税谈判是抑阁无进展。日本希望讲会当伫咧6月中，也就是 G7 的峰会进前，赶紧敲好好势。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才讲欧盟想要占美国的便宜，要甲欧盟收起美国的商品扣50%的关税，而且为6月初1开始就实施。不过，如果川普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了后，决定延到7月初9才实施。That was the date she requested. Could we move it from June 1st to July 9th? And I agreed to do that. And that she said we will rapidly get together and see if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 冯德莱恩认为这届通电话是好的对话，嘛会赶紧甲华府达成贸易的协定。伊伫社群媒体普文，讲欧盟甲美国有全球上界重要，而且上界密切的贸易关系。欧洲已经准备好势，要赶紧推动谈判。布鲁塞尔当局过去持续甲美国谈判，希望避免下大西洋贸易战来发生。另外一方面，美国甲日本关税第3轮的谈判无结果。日本首相石破茂23甲川普通电话45分钟。石破茂25讲，希望6月份伫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会当决定。美国甲日本第3轮的谈判，也是由日本头叫贸易谈判代表切到梁静，甲美国商務部長羅德尼克伫華府的美國貿易代表處，針對幾項貿易的議題來討論。できていればそれはもう大変望ましいことであ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ただ繰り返し申し上げているように、とにかくゆっくり急ぐということで、相手の国もそうでしょうけど、我が国にとっては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国益がありますので。这届会谈，切到梁静无机会和主导甲日本讨论的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见面。按算伊这个月会去访问美国，争取甲贝辛德顶人会谈。不过，伫甲美国商务部的谈判当中，是搁一届强烈要求美国都要重新检视一系列关税措施。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
以色列伫咧25对加沙地区搁再发动空袭，直接造成至少23个人死亡，其中包含着一位救援的官员，搁有一个记者，也搁有老百姓，一口罩12个人，其中有9个囡仔是不幸过身。联合国嘛警告讲，若是无赶紧甲大规模的援助送去到加沙地区，恐惊是会爆发严重的饥荒。救援人员为庄仔厝墢中扛出一块一具遗体，有的也有部分互大火烧甲臭的焦。以色列25对加沙几个所在发动空袭，汉尤尼斯有一家伙12个人，其中9个囡仔死亡，父亲甲活落来的囡仔拢受重伤，只有挂出做医生的太太逃过一劫。حالة حرجة استدعت يعني انه يتم اجراء عمليتين جراحيتين في بطنه وصدره لايقاف نزيف واصابات متعددة في جسمه وفي راسه. الموت والفراق والدمار. أنا يعني عشت في بيت أهلي ذكرياتي حياتي عمري كله راح بس كوتا يعني لو حمد. 那百姓伫轰炸中死亡，负责人道救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有2名工作人员伫汉尤尼斯一间客家误事身亡。红十字会伫声明中呼吁随天会，搁再一次表示要求保护包括医疗人员、人道救援人员、甲民防人员在内的所有平民。تم استهدافهم بشكل مباشر في وقت فراغهم القصير، هم كان عملهم 16 ساعة في 24 ساعة كل يوم. جهدهم كان لا يتوانى عن خدمة الناس، وكانوا معرفين لدى الكل انهم صليب احمر. ايش المبرر انكم تغتالوهم يعني؟ ايش عملوا؟ ايش سووا؟ تعجز الكلمات. 根据加沙卫生部数据，为以哈爆发冲突以来，加沙已经有约54000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6500名儿童。以色列为3月7日开始对加沙实施全面封锁。以军人士讲，最近1礼拜以来有388台载有援助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也不过联合国表示，每日至少需要估计600台卡车。All the aid authorized until now amounts to a teaspoon of aid when a flood of assistance is required. The needs are massive and the obstacles are staggering.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bound to provide for the provis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o allow food, to allow aid in. Failure to do so amounts to war crimes and acts of genocide. 欧洲甲阿拉伯国家是伫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外长会谈，敦促以色列停止攻势。随着以色列对哈马斯扩大军事行动，就连长期互以色列看作是盟友的国家，也开始大声喊加入国际施压以色列的行列。这场会议会推动以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与会者也包括阿拉伯联盟甲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台中北屯，昨有民众要兄弟，说是雄雄发生家事爆炸，灶开玻璃规个拢碎去，窗仔门变形，这民众嘛烧烫伤送病院治疗。其实这附近对前一天都有传出家私味，消防队甲天然气公司去看过，嘛甲家私的总开关禁掉，结果也是发生爆炸。这事故的原因也该调查。涂家四界拢是碎玻璃，路边的车顶也全部拢有。这玻璃是对这个社区喷落来，大路两边拢用风速线围起来。25早起10点外，台中市北屯区昌平路2段这个社区高楼发生家事爆炸，64岁4号的厝主被炸着伤送病院。他说他早上想要烧开水，那没有瓦斯，那他过一阵子以后再次做尝试，再做尝试的时候就发生爆炸。4号的厝主司机甲面部烧烫伤，加在无生命危险。大楼附近的厝边讲，前一天中昼就开始有闻到真高的甲素味，消防队前后来处理过3摆，县中天然气公司也派人来检修，结果也是发生爆炸。消防队两层次啊，因为有气体外爆啊。刚才出来之后，砰了一声之后，还是瓦斯味很重，相当浓啊。今天早上的话，我有闻到味道，他跟我妈妈讲，我妈妈也说，刚我们可怜，刚我味，然后他去闻，也有。打给委员还没打通的时候，就嘣一声了。一连家事爆炸之前，要如何闻到甲素味？社区管委会讲，县中天然气公司20时下晡检查了后，发现确实有甲事外泄，所以对迄暗8点了后，就把甲事总开关给关起来，并且有通知规栋的住户。我们就基于安全的状况，就先把这个
总气源的开关关掉，然后把所有住户的瓦斯表的开关都关掉了。但是关掉之后，照理讲是应该没有瓦斯了，所以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调查。行政天然气公司强调，假使爆炸发生了后，搁再检查，也确认这总开关是关起来，继续配合消防局来进行调查，查明假使爆炸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府开超过8000万，伫咧北德台南森林公园打造一间儿童图书馆，结果才启用4天，便啊落雨地涉水积水，有民代就要求应该彻底来改善。官方表示讲，今年会先做紧急防水工程，提报明年变重大工程的预算，再个继续来征收。一落大雨就积淹水。厝内壁感严重，那安尼，连年一卡也出现几个所在涉水。这是发生伫4月份，地点都伫桃园市政府开超过8000万，伫北德大南森林公园内修缮具军用房舍，打造儿童园区图书馆。开馆才4年，就一直有状况。积淹水的情况，加上馆舍本身防水没有做好。所以水就会渗入到这个墙壁里面，甚至呢是渗入到我们馆舍的内部哦。议员即期相关处理地表无治本，要求解决淹水，也爱改善整体排水。7类图书馆回应，这原本是国军营区106年市府利用旧房舍进行活化转型，园区图书馆110年正式落成启用。老旧建物实际有40-50年历史，搁位伫地势较低的所在，加上伫生态池4口围，水气较重，已经在做改善。在今年的4月，跟公务局做了现勘跟改善的协调分工，外面的部分由公务局来进行协助。那整个园区内的部分就由教育局跟图书馆来争取经费进行改善。7类图书馆表示，这2年风太卡接，瞬间强降雨增加，雨水无法度引流到期望的水道加生态池，造成园区积水、甲室内地板入水、壁漏水、甲壁感等问题，已经跨局处会勘进行紧急防水指路改善工程，搁提咧明年重大工程，争取后手修缮经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这几天，一世界拢出现大量的刺毛虫，包括徛过铁门、公园的凉亭啊、甲器材等等。尤其是这款刺毛虫甲伊的黄金菇这款树啊附近，这数量是搁较侪，看到互人起价保皮，嘛恐惊是会引发过敏。政府表示讲，最近拄好是这款野的生炭期，会赶紧派人去处理。真正的社区公园内底，无论是囡仔生的佚佗物啊，也是厝厝啊，甚至是运动的单杠、民众休困的凉亭啊，四界拢有野裤吊伫咧顶悬，一粒一粒摆甲密，互人看甲起价保皮。里长讲，对顶礼拜开始，公园4块连灯规个拢是刺毛虫，安怎扫都扫袂完。日日透早伊来巡状况，煞雄看到公园正做这款模样，也不管这段时间，大家拢惊甲唔敢来。哦，昨阮2个孙仔来哀叫，叫啊，都拢虫啊，哀叫啊，一直叫。啊，就唔敢算啊吼。伊拢讲迄唔是虫啊，讲迄是蛇啊。之前都是看到毛毛虫，隔天之后就不见了。但是今天我早上来看，全部成蛹，很快变蝴蝶了。那为什么会那么大量？也不晓得为什么。这是我当10几年的里长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量的虫。唔那镇定，包括桥仔头、左行南马溪地区，拢有传出刺毛虫危害状况。为咗民众拢卡1999去反映，市府相关单位要派人去查。公园处表示，这刺毛虫拢是一款黄叶幼虫，最近拄好是生炭期，主要拢是出现伫咧蜡墙树顶悬。针对民众的环境，因会加强巡检处理。如果树木有邻近住家，公园处将派人进行修剪。如有大量掉落情形，也会派水车清理，另将针对公园设施加强巡检，及将该幼虫清除。因为刺毛虫数量侪甲真惊人，民众烦恼会引起过敏。对此，公园处强调，这款野幼虫对食物甲人体袂造成危害，佮加上这是自然生态现象，若受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因才会去清除；无影响到的部分，就会维持自然生态。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仓报道。伫咧高雄左营的中信路附近，就是高铁左营站，这人车拢真多。不过，这个灯仔卡毋是未通，就是有人停车抌物件无法度过。地区民众拢得爱行去到车路，真危险。即马市府交通局就决定要伫这划设人行道，有当地店家就惊讲，袂当互人路边停车，会去影响到因的生意。
旅客有行李行伫人行道，然后就因为头前的顶仔卡停满机车，但会使行去马路。不太好走，就是要弯来弯去，道路也高低不平。高铁站也站是高雄目前唯一沙铁强固的车站。车站头前的中信路，就算平常日嘛有袂少人车通行，但因为两边的顶仔卡部分无连贯，搁停机车也是放店家倒椅，造成行人常常爱行去马路，驾车争道。就很多障碍物啊，车子也都乱冲。对，所以还是好好规划这件事，对我们行人比较安全。行人常需要走到车道上，形成人车争道的风险，影响通行的安全。那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交通局规划设置停车带保护型标线人行道，并且加强街角的防护。交通局10时会勘了，决意伫高铁路到华夏路之间的中信路段为人行道，但店家表示，这个路段无停车格，但有部分的黄线会使临停，为人行道恐惊会影响行李。没有错啦，行人也必须跟他考虑啦，但是这样子的话，势必他们就没办法停车啊，拖车要拖得很凶啊。他们希望进来这边的车速可以慢一点，所以车道缩减的话，它可以一来就是让车速可以慢一点。那第二个是它车道缩减之后，就有一个空间可以配置人行道出来。路权团体表示，考虑到当地停车需求，会勘的时阵，相关单位有讨论，部分的人行道会使做内后式临时停车区。交通局嘛表示，会继续协商，修正规划平衡行人甲停车等需求，上紧6月底会确认方案开始施作。公司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5日节要到啊，家家户户要白粽、要食粽，最近这猪肉需求量就大大增加。不过因为年初时阵有爆发疫情，甲即阵国际猪肉价格减少进口，所以伫咧婚林肉品市场，这1公斤的猪肉是化到96块，比去年同期贵7块。按算是要到5日节以后，这价数才会降到转来。这礼拜就是5日节，一个人拢咧无用白肉粽，上接用到的就是猪肉。不过有业者表示讲，今年买猪肉的成本佫增加，为着要供应民众的需求，成本敢若会当家己食落来。猪肉嘛是无家减嘛，就是家己洗蔬啦，成本较悬啦。系啊。啊嘛是爱包。嘛是爱包啊，应付人客啊。婚礼肉品市场表示讲，今年对过年开始，猪肉的价钱拢伫95块以上，主要是受到猪仔囝卖大，佮加上佮济猪价有起，真济猪肉商考虑成本无卖进口。遐今年5日节，猪肉拍卖的价数，10公斤会维持差不多96块，比去年同期加7块。价数的方面，伫个顶礼拜来讲，咱全国的平均价数差不多就伫个97块。咱婚姻市场伫个96块外，所以咱即个价数会伫个平稳中，平稳中成长啊。政府引肉品市场加强供应，所以价格都很平稳，买气也很好。婚礼肉品市场表示讲，为着要应对5日节猪肉的需求，本地婚礼肉品市场逐天是供应2300只猪，也即10天会增加到逐天拍卖2600只至2700只猪，就是希望价数会当稳定。也预估5日节过后，虽然需求会降低，不过因为猪仔囝饲袂大，供应减少，价数嘛袂落伤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5月31日就是世界无薰日，世界卫生组织即马就提醒大家，薰商拢会用一寡加味的薰，也是色派包装等等各种行销的步数来吸引少年人去食薰。咱的民团嘛呼吁政府得禁止加味的薰，也是禁止包装做甲上水。因国建署是讲，已经有咧加强处理，2单外发卖6000件。它呀，还可以变成现在最时髦、最流行的饰品，可以当做项链挂在包包上。无论是时行的商品，也是古锥的配件，为着省少年人的注意力，电子薰包装做牛奶茶、西瓜的口味，用古锥的包装，让少年人降低对尼古丁的警戒心。不过，医师指出，这5花杂色的口味，就算是食品的添加物，嘛有可能在加烧的过程当中，释放对人体有败害的物质。把它加热，然后蒸发，从这个肺部吸入的话，它就不再具有安全性了。所以这些添加物，它们都是潜在有可能对身体有危害的物质。目前 WHO 提出7大有效薰害防治策略，其中影响少年人上深的，包括禁止有口味的薰，规范产品设计，甲采取素面的包装，也有禁止伫网络顶卖。
有拒绝食薰的团体呼吁，薰害防治法已经明定禁止有口味的薰，不过卫福部到达要是无公告甲落实。台湾咧卖薰，竟时的度面积敢若有50%，伫全球排名是吊车尾的。有通过并且执行全面禁止电子烟、严管加热烟，但是我们政府的不积极作为，让我们的青少年、让我们的孩子在网络世界随时都可以接受到这些魅惑的这样的行销手法。禁止加味烟品的部分，在法令里面已经有规范。那务实面，其实我们也希望在执法上能够让保护国民健康，特别是年轻人，不要落入这个烟商的伎俩。拒绝食薰的团体呼吁政府，新形态行销带来危险，若继续结外挂，牺牲的可能是后一代的健康。国健署表示，无论是网络平台或者是社群的行销，拢已经下部会加强处理。从112年3月2日，薰害防治法修正实施到今年5月19，采发的件数要到6000件，采发的金额差不多是5亿。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看乒乓世锦赛，咱台湾的男子双打组合林昀儒甲高升队，伫咧拍赢世界排名第1的法国组合了后，佮甲日本选手来大车拼抢金牌，分数是加甲真安。落尾林昀儒甲高升队是以2分比3分输去，摕到1块银牌。毋过这也是咱台湾让12档，佮再摕到世锦赛男双的奖牌。世锦赛进入金牌前，台湾桌球男子双打又向人民组合林昀儒、高升瑞对着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组合小种大灯互上征服。对手开始一波攻势，出力领先，不过咱国组合真在入水5比5平手，更加火力全开，连摕5分，首先摕下局点。林昀儒反手一个球，搁再接高升瑞，对手回球出局，头一局11比6胜落1城。只是第二局2个人互对手挽回局势，不过无要紧，调整一下。第3局台湾组合强势抢分，提高中远台来对球抢下1分。第4局一直拍到6比6平手的局面，不过对手攻势再起，可惜6比11，搁再让一局。关键上尾局，林昀儒、高升瑞连续大打进攻，拍过对手防线，一直要抢分。台湾组合一直防逼，到关键一球，可惜回球失界，以6比11输日本组合，将场以2比3输予日本。随上林昀儒、高升瑞出赛，逐场拢真硬斗，先是连破2组中国组合，又搁第4强赛拍败世界排名第1的法国蓝布朗兄弟，进入决赛。虽然甲金牌无缘，不过也是在2013年，曾志燕甲陈建安组合封王，过12年了后，互台湾伫世锦赛男子双打搁再夺牌。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0度至22度。中部地区20度至2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1度，东部地区20度至28度，还有外岛地区22度至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田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